台湾基督教教会西丽教会影像特刊，王大必的小段。这篇是西丽教会郭文鼎长老伫台湾教会报435号，伫1921年6月第4页用白话字所写，记载王大必长老伫白世前的情形。王大必1879年4月17日出世，1921年3月初10过身。伊甲伊的阿兄王接团学习医术，经过检定取得执照，伫西丽开业。1918年担任西丽教会长老。1898年3月12日，和廖闪结婚。廖闪是廖成丕长老的小妹。1878年1月初3出世，1939年1月25日过身。王大必的小段，伊是医生，做人极好，互教会内外所学乐，一生尽本分。伊对上帝介绍献本身，甘愿做伊的路用。伊毋若信，也安尼行，看教会事无各样伊家内的。做这事10外年，本身真出力地言，料理言行真中，若不赴，伊家己真欢喜来报告有春。对担任传道师熬三疼敬重。伊对上帝热心，对教会尽忠，对会友同齐疼痛，所以阮真对重伊。3年前有经伊做长老，搁较出力，用上帝做标准，伫整理圣会。伫教会，伊的心真艰苦，新正来，边上中，阮真看虑。大家为着教会出力替伊祈祷。上帝知伊的工明白，就毋互阮留。未死的时，伊讲：主的旨意诚啦，我的心拢变，世间甲我无干涉。求主紧到来救罪人。搭手欢喜讲：主要到啦，我真欢喜。要离开世间3日前讲，伊下晡时3点外听见伫顶面有非常好听清亮教吉的乐器，互伊听了心真平安欢喜，爱主紧到。叨叨念主太还袂够，毋知伫签啥事，甲伊6个后生、4个查某囝祝福，讲着尽忠伫主热心服侍伊，才会得上帝施恩赐福。我对中会倒来，看伊较好的款，面真清彩，其实是较上重。不过是有主的平安，家己讲，伊担无艰苦，袂忧闷啦。伊无怨世间，全是念甲主相亲，要相见的事。伫西历3月16日透早3点外，毋知人到4点各位讲话，讲伊伫洗浴。衫要紧摕来互伊穿，就要紧拖伊的被，要按伊的身躯。听这话的人心大震动，想甲是主
得甲伊洗清，就欢喜知伊得救啦。即时面真笑容好看，比伊咧困较好看。干那讲几句，到4:45开灯。西教会失落伊做工是大考伤，